看到这是艺人柯德和查某名妻张君玲，即马团工当咧行。镜头前幸福的笑容实在是藏袂掉，互现场的灯光闪袂煞。艺人柯德经历咧追求张君明了后，头一遍现身，但是甲感情有关系的问题，变做欠话一哥。怎么会有这个想法要直接认了你？直觉，觉得顺其自然吧。团讲柯德甲张君玲伫咧今年5月做伙拍电影的时阵，就传出互相有好感，两个人伫咧戏内底来搬翁仔某，想袂到假戏真做，戏内底甲戏外口拢有意外。更加红别讲电影一翕完，两个人就做伙去日本佚佗。这一回互媒体看到，两个人半暝出去佚佗。柯德一改甲进前谈恋爱无共款的风格，对外口讲当咧拍拼追求，请大家互伊祝福，承认有介意对方，互外界拢想袂到。认了之前有跟女生先沟通过吗？因为他现在在欧洲，那有时差嘛，本来想跟他联络，但觉得他在那里行程也很满，就想说先不打扰他。对。所以他知道这个消息吗？我不知道。当咧追求，就先来出声。虽然部分的网友咧批评，根本是互张君玲压力，加上过去柯德的情绪真济，嘛互张君明的迷众是真生气。希望这个恋情拢是假，颠倒是新闻的女主角张君明伫咧网络顶，敢若抛出一张伫咧外国参加合作电视活动的相片，拢无来做回应。柯德是毋是会当顺利得到美人的意爱？看起来迷众比伊搁较紧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